今仔日屏东往回小琉球的东港码头透早有人伫咧排队，伊过一天有2万人去到小琉球。另外，这高雄渡轮同款是透早就人伫咧排啊，也那今仔日是安排5只船接送。清明连假期间呢，垦丁也举办音乐活动，警方也发现讲，昨伫咧恒春半岛，这超速违规着60件，其中3件是严重超速。 伫东港码头几百公尺远，就会当看到排队排到落长，遮侪人是准备含乌托邦做伙坐船到小琉球。连假第2天，屏东往返小琉球的船帮，透早6点半就有人开始排队。小琉球当地导游推估，连假拄到清明背亡，测试即天去小琉球的人数有可能来到2万人。预估来小琉球的人潮将近会有快要2万人左右。那目前一大早6点半就有蛮多旅客、游客陆续在搭船。 高雄高山往返基顶的渡轮，人嘛拢客满满。有基顶的居民想要陪亡，但是等1点外钟才坐到船。嘛有要登去陪亡的民众，制作了后要坐渡轮去基顶观光。北部人我们会来扫墓，扫墓完顺便就是搭渡轮这样。 较早假日是4只渡轮载人客，因应即摆连假，增加到5只渡轮来载运，差不多5分钟就一班，安尼才会负载。另外，屏东垦丁伫即摆连假嘛有一大堆游客来，因为2025台湾节对初3开始连续3天，伫垦丁的大湾举行，垦丁街啊嘛出现一大堆观光客，中国风街。风街很好啊，第一个因为垦丁大街本来路就不大，如果在车子进来阻碍交通，而且这样子行人也蛮危险的。 屏东关检察局嘛伫恒春加强处理假酒赛车、危险驾驶和非法改装车。昨日在台26线共查获无照驾驶1件，非法改装车辆6件，另外针对超速行为举发60件，其中严重超速有3件。警方伫初3查到的交通违规有无照驾驶1件，非法改装车、超速者的情形，嘛提醒民众要遵守相关的法规，因为执法是袂因为连假就对咧休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